經書講詩篇記103:13佢唱一隻阿爸寫家嘅子女，上帝才讓人寫，隆重人要尊重佢嘅。那上帝嘅寫冇限制，對個人類唱一個阿爸寫一個，上帝有個寫一個，因為佢嘅寫十分大，十分愛一個。詩篇記103:14樣講到，佢哋對於一個，佢哋因為到一個，佢錯來嘅，所以才讓人一個要謙卑嘅心來尋上帝，來照上帝嘅路來行，因為一個都係佢錯來嘅。詩篇記103:17樣講一個啲，但係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忠心都係永遠本一個，每一人要敬重佢，每一人要相信佢，佢嘅得救嘅準備章本一個啊，喊咩講大聲準備本一個，準備本一個嘅子女子孫喊得到，因為佢嘅忠心本有佢唱出嘅，佢應許嘅隆重永久要嘅，對於隆重人順服佢嘅命令。尊重上帝嘅人類，上帝要看顧，上帝寫一個唱一隻也只寫一個樣，因為上帝嘅寫冇限制，一個嘅也只嘅寫很有限制，上帝嘅寫冇限制，上帝耶穌基督祝福隆重要聽呢一套嘅，阿門。